大家好，我同幾個朋友喺2026年7月12日正式展開咗一個籌備差唔多1年嘅挑戰，就係由倫敦踩單車去愛丁堡。呢一個單車旅行全程大約1000公里，我哋用咗9日時間去完成。其實最初只係幾個朋友吹下水，講下不如試下由倫敦踩去愛丁堡啦。點知講下講下，10日終於有一撇。之後大家開始認真研究路線，同公司請假，向屋企人申請 permit， 前後後都籌備咗接近1年，最後真係可以成功成行啦。出發前準備。我哋有一位隊員住喺倫敦，另外嘅都係住喺愛丁堡同格拉斯哥，所以我哋會先搭火車去倫敦集合，然後再開始旅程。完成咗之後大家各自由愛丁堡返自己嘅屋企。呢9日我都係用免費嘅 Ride with GPS 去規劃路線，而最難並唔係點樣畫由倫敦踩去愛丁堡，而係點樣可以保持每日都可以踩到大約100公里，而同時又配合到酒店住宿。因為好多時畫到第4、第5日就會發現附近係冇酒店，或者得返一啲又貴又舊嘅酒店。結果我又要成條路線重新再規劃過。而我亦都試過揾 AI 幫手，不過佢 gen 咗條路線出嚟，而你跟住佢畫嘅時候，你就發現完全唔合理嘅，完全都唔係嗰一回事。所以最後其實都係要自己去慢慢研究。住宿安排，揾住宿其實係今次旅程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。因為我哋最重視並唔係間酒店有幾豪華，而係嗰間酒店可唔可以好自由咁將部單車推入房。最後我哋發現 Premier Inn 酒店全部都係 bike friendly 嘅，所以為咗唔想有麻煩，我哋呢個旅程8萬嘅酒店都會入住 Premier Inn 嘅。去到呢條片嘅最後我係有拍低我哋用單車入去酒店 check in 同埋入房嘅情況俾大家參考嘅。講返第一日由 London 踩去 Cambridge 啦，踩車之前啱啱撞正成個歐洲都係 heat wave， 好彩我哋起步嗰日已經係接近尾聲，因為第一日我哋朝早7點鐘起步嘅關係，所以我哋亦都係提前1晚喺倫敦嗰度住。嗰晚就非常之熱啦，而且住宿嗰個環境亦都好差。片尾嗰度會有彩蛋介紹嘅。倫敦踩去劍橋，好多時都要經過好多運河，嗰度人多路窄，大家嘅車速唔高，所以都係比預期之中遲咗到劍橋嘅。之前我都有聽朋友介紹過，劍橋係全英國最適合踩單車嘅城市之一。我哋今次嚟到又真係感受得到。無論單車徑嘅配套、道路設計，甚至乎行人同司機對單車嘅態度，都好似比好多地方友善。好多時司機都會主動讓路，行人亦都好似好習慣同單車共享空間。成個城市都好有單車文化。而且我發現佢哋嗰啲單車徑都係特別靚嘅。喺馬路隔離嗰啲單車徑通常都會升起咗一格，油咗紅色油。喺單車徑裏面踩單車，你會感受到好安全。路邊嘅司機係完全唔會將架車鏟到上去個單車徑嗰度嘅。呢一日係第2日，亦都係我覺得最辛苦嘅一日，因為全程都係大逆風，體能消耗得好犀利，而且我覺得身體仲要啲適應期。每日時間安排。雖然今次每日只係踩大約100公里，但係如果加埋午餐休息、補給、維修、爆胎、換胎嘅時間，其實我哋每1個鐘都係計到踩大約10公里嘅啫。即係其實每日我哋踩100公里咧，都要踩到9至10個鐘。
我哋每日都會7點鐘喺酒店餐廳食早餐，然後8點鐘就會喺酒店門口集合出發，踩大約9至10個鐘，咁就會去到下一個酒店或者下一個晚飯地點。返到酒店，其實大家都冇得即刻休息，因為大家都要洗衫、簡單清潔下架車同埋沖涼。第3日由 Boston 踩去 Grimsby， 呢日路況靚，不過沉悶，而且同尋日一樣都係好大風，所以一樣都係好消耗體能。有網友問我哋今次旅程爆咗幾多次胎，我哋6個人爆咗5次胎，有1次斷鏈。4次爆胎都係爆內膽胎，另外1次就係爆 tubeless 胎。除咗爆胎之外，我哋嘅旅程都唔係次次都咁順利嘅。例如有陣時會行錯路啦，雖然好快已經修正到啦，不過有陣時都會踩咗好耐先發現原來嗰條路係通唔到嘅。就好似呢一日咁樣，我哋踩咗好耐先發現到有一個路口係通唔到去另外一條路嘅。好彩我哋停低之後睇咗 GPS， 搞咗一輪先至揾到另外一條代替嘅路線去繼續我哋嘅旅程。就係因為要揾路啦，所以今日都係比預期之中耐嘅，大數係用咗11個鐘先至去到食晚飯嘅地方。第4日由 Grimsby 去 Bridlington， 今日開始冇咁大風，出太陽嘅時候你就會覺得熱，咁就要除風褸。但係當一除咗風褸，上車踩返1分鐘，你又覺得凍，又要着返風褸。所以呢個動作每一日都係循環咁，不停咁做住。訓練計劃，我哋6位隊員本身都有玩開越野跑嘅，所以我對大家嘅體能係完全唔會擔心。雖然係咁，我哋半年前都會最少每星期約大家出嚟踩1次長課，因為就算大家嘅體能 OK， 而我規劃呢個路線又係適合踩單車，但係喺英國嘅路面總有機會遇到重型車輛，所以除咗體能之外，我哋嘅路面經驗同風險判斷都非常之重要嘅。第5日 Bridlington 踩去 Thirsk， 我發現我嘅身體已經開始適應到長途單車，開始冇之前嗰幾日咁攰，真係越踩越順啊！不過可惜，我哋其中有一位隊員身體有啲唔舒服，有少少感冒。我哋就即時發揮團隊精神，各人都幫佢分擔佢嘅行李重量啦。咁等佢踩嘅時候就會輕身啲，踩得舒服啲。順帶一提，今次隊伍裏邊最年輕嘅成員係只有14歲，但係佢嘅體能亦都係全隊裏邊最強嘅，所以今日最主要分擔行李嘅任務都係交咗俾佢。第6日踩去 Durham， 今日要做一個好斜又好長嘅爬升，而且路況都唔靚嘅，成段上斜都係爛路，鋪滿 gravel。踩 road bike 嘅隊員一定係會辛苦嘅，甚至乎可能要推車。我哋呢團人裏邊有3架係 road bike， 3架就係 gravel bike。例如上呢啲超過10% 嘅斜路，加上架車又有行李，如果唔係 gravel bike 後邊個大齒，
road bike 嗰啲細刺咧，真係未必踩到。就算我而家 gravel bike 啊，都要企起身搖車。終於到咗今日嘅主菜。呢位放狗女士啊，都提醒我哋前邊漫漫長路，又斜又爛，最後都係得我同阿倫兩架 gravel bike 可以成功一口氣上晒呢一座山。所以你問我呢個旅程建議用啲乜嘢單車，我絕對會建議你哋用 gravel bike。行程使費，由愛丁堡搭火車去倫敦，車費大約70磅。每日嘅酒店連早餐平均大約60磅一日，晚飯就大約20零磅啦。成個旅程嘅總消費大約800磅。呢條又長又直嘅單車徑，你咪以為好爽？佢一路踩係踩25公里，踩到我懷疑人生。今日嘅時間非常之好啊！我哋呢都係叫做提早去到 Durham。所以原本我哋係冇諗住入個 town 嘅，但係呢，因為今日時間充裕啦，所以呢，我就帶大家走入去 Durham 嗰個大學裏邊參觀。Durham 對於我嚟講呢係有情意結嘅，因為我阿妹同我個女都係喺呢度大學畢業，而且呢，佢嗰個 cathedral 呢係哈利波特嘅電影取景場地之一嚟嘅。好天咗6日，第7日起步嘅時候呢，終於有少少雨粉粉啦。不過亦都好好彩，只係落咗大約1零2個鐘頭雨，之後又出返太陽。今日會經過一條好得意嘅海底隧道啦。呢條隧道呢係貫穿 River Tyne 嘅。咁呢條隧道呢，只係可以俾人行或者單車行嘅啫。呢度都會睇到啦，佢一邊呢就係俾單車，一邊呢就係俾人行，大家互相唔會影響到大家。過完呢條隧道之後呢，餘下嘅旅程都係捆住邊，沿住海出發，風景呢就係會越嚟越靚，車亦都係會越嚟越少，好適合踩單車。我哋今次嘅單車旅程呢，都係不停咁食住嘅，見到嘢啱食呢，我哋又會走埋去停低食咗先，繼續進發。而且我係證實咗踩單車係唔會減到肥嘅，因為我返到屋企，我嘅磅數呢係會重過我出發之前。我哋依家一路都係沿住 NCN1 嘅單車徑，一路向北上，沿途呢係會見到好多唔同單車旅行嘅人士，大家都係經常前前後後，不停都會撞到。
我哋除咗會踩 NCN1 之外呢，我哋有陣時都會走入去 England Coast。England Coast 咧，佢就係圍住個海邊一路踩嘅。咁又係啦，我哋 gravel bike 嗰啲咧就會舒服啲咯。road bike 嗰啲咧就因為係爛路，咁就一定係蹬啲嘅。但係為咗睇到靚風景、靚海景，冇辦法啦。沿住海邊踩嘅關係啦，沿途會經過好多沿海嘅小鎮，見到好多遊客啦，亦都會見到有啲名車成個車隊咁走嚟遊車河。路過 Bamborough Castle 啦，又係哈利波特電影取景場地，賺一賺你數，兜一兜入嚟影張相。特別介紹下 Holy Island 呢個地方。如果有朋友住英格蘭北部，都有可能揸個車入過去呢個島度。呢個島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要留意潮汐漲退時間。有陣時新聞都會有報道，有車入咗去個島度呢，因為錯過咗潮漲嘅時間之前出返嚟，所以咧就被困咗喺個島裏邊。嗱，你而家睇片都見到啦。個地下有啲沙啊嗰啲呢，就係因為潮漲嘅時候啲水咧沖嗰啲沙上路面。本嚟第8日呢，我哋係唔夠里數嘅，咁啊好彩呢，我哋會經過呢個 Holy Island，所以我哋專登咧規劃呢條路線入島，再出返嚟。咁今日呢，就夠晒100公里啦，個大數呢，就係104公里。因為島裏邊只係有幾間 cafe 去招呼入島嘅遊客，所以咧踩單車進出呢個島咧係非常之 free 嘅，你完全唔會感受到任何壓力。踩到第8晚，我先至醒起我係冇拍過片，將個單車推入去酒店 check in 嘅。咁啊，而家呢就可以俾大家睇下，同平時一樣啦。check in 都係簡單同埋快，職員見你推單車入去，亦都唔會阻止或者過問。佢哋甚至乎會安排一啲好啲嘅房，等你易啲推到部單車入去。而且揀呢個酒店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，就係每一朝呢，我哋係可以好快咁落到樓下食一個任食嘅早餐，淨係呢一度都已經慳返唔少時間。不過今晚呢，就係8晚裏邊酒店房最細嘅一晚。到咗旅程嘅最後一日，連個天都 set 到最好天嘅一日，去俾我哋完成最後嘅100K。全日都係微風同埋猛太陽，你睇下我哋踩經過嘅風車，全部都停轉，你就知今日係完全冇風啦。入咗蘇格蘭境之後，風景又再靚啲啦。曾經我都有諗過，明明呢係吹住大逆風，點解大部分人都係會由英格蘭嘅南邊踩上北面嘅蘇格蘭呢？而家我就明啦，
因為如果你由南邊踩去北面咧，風景係會越嚟越靚嘅，心情亦都會越嚟越好。呢度又係為咗儲里數啦，所以專登走入去核電站睇下海景，儲多2-3K。行李篇，我哋大部分人啦都係用一個單車尾袋啦，執嘅行李盡量輕便，盡量都係保持3-4kg 之內。以我自己為例啦，我就係帶咗2套單車衫，一套長一套短，2條單車褲，2套瞓覺衫，同埋一啲梳洗用品。我自己個尾袋嘅重量呢，就係3.5kg。過埋呢一條隧道就會正式去到愛丁堡嘅 Old Town 啦。距離終點剩返唔夠10K，穿過埋愛丁堡嘅舊城同埋王子街，咁我哋呢就正式衝終點啦。為呢次旅程做一個總結，我哋6個人用咗9日，踩咗1000公里，爆咗5次胎，甩咗1次鏈，但係我哋全體完成。如果你問我最大嘅感受係乜嘢，其實唔係完成1000公里，而係原來好多事情未開始之前呢，你會覺得好困難，但係只要你願意踏出第一步，再堅持多幾日，事情往往比想像中容易。好似今次旅程呢，就係證明咗呢一件事啦。今個旅程我拍咗50個鐘頭片，返到屋企要將嗰50個鐘頭片濃縮到半個鐘頭內，再加上旁白，原來真係辛苦過跑步同踩單車。希望大家會鍾意呢一條片。拜拜。